曾应该替一种题型是文字理解嘅单字理解。因為出題嘅內容大部分同人嘅日常生活有關，人會對現行之中選出清適當嘅詞彙同意義，想辦法也會幫人去分辨詞彙嘅正確性。文字理解嘅題型好考試時，但請有文字，唔會有聲。題目就是這樣。一天時節，是得同學啊，到一杯飯，卡唔會撥一杯。我們來看範例題。一天時節，是得同學啊，用船到一杯飯，卡唔會起一杯。選項有撥、飲、接這4個。我們先來了解題目的意思。題目的意思是，天氣熱的時候，我們可以幫小嬰兒做什麼？後面接的字是一點痱子粉，才不會長痱子。我們將選項帶入空格中來試試看，哪一個選項較合理？第一個選項，撥，撥是用雙手捧取盛裝的意思，帶入空格後變成是得同學啊撥到一杯飯，可以幫嬰兒捧一點痱子粉。是不是有點怪怪的？第二個選項 ，fit 搖動、揮擺的意思，帶入空格後變成是得同學啊 fit 到一杯飯，可以幫嬰兒搖動、揮灑一點痱子粉。似乎不太通順呢。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選項有沒有更好的選擇。第三個選項 ，yum 上下輕輕抖動灑，帶入空格後變成是得同學啊 yum 到一杯飯，可以幫嬰兒上下輕輕抖動灑一點痱子粉。這個選項是不是比前面兩個更合適？第四個選項，擠，用手指或棍棒擠壓，帶入空格後，是得同學啊擠到一杯飯，可以幫嬰兒擠一點痱子粉，壓一點痱子粉，意思是不是很奇怪？所以不適合。因此，我們選第三個選項 ，yum 到一杯飯。整句組合起來就是：一天時節，是得同學啊 yum 到一杯飯，卡唔會起一杯。這樣的作答方式，大家理解了嗎？同看你能力認證基本詞彙地圖有當多嘅詞彙，能切對愛讀出來，記憶清楚。再加上自家嘅想象結合動作同情境，相信大家做下是得選出正確嘅答案。